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的古鱼市场伫争取就地保留以后，到底后续有啥物规划？互议员翁玉芳非常关心。不过市府观光旅游局上午伫议会工作报告，却拢无讲半字，嘛互议员认为市府无尊重宝贵的文化资产，表达痛心。已经有80档历史的台南古鱼市场，曾经因为无列入文化资产，市府文化局拍算拆除。后来经过文书团体等各界抢救，总算保留。其中伫附近土生土长议员翁玉芳上午伫议会，除了最近后续的整建修复，竟然是依靠观光旅游局以外，嘛不满该局的工作报告拢无写半字，认为无尊重宝贵的文化资产，感觉痛心。对此，局长回应。迄市场伫委外接商进程，会先进行工作坊，汇集各界意见来活化再利用。恁的业务分配甲安尼咧，你的专业毋是伫遐，你的专业是伊起好了后，即个物件交互恁了，要安怎推动台南市的观光，再互伊变做咱一个运河新传旁边的一个亮点，也是中国城跟我们中国城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亮点啊，那才是你的业务啊，怎么会是去修护、修缮？恢复那个旧鱼市场变成管理局的工作，迄是恁迄个文化局把这粒球塞互恁，还是恁市长头壳歹去，会当把这工课安尼用？甲议做报告吼，就是讲其实阮主啊有在做吼，咱的安平和咱的旧城区中间的水线的那个串联呐吼。那刚好呢，鱼市场的位置还有它旁边，那么旁边的码头，我们就是靠岸边那边哈，我们也在整建那个河滨，那未来可能会设码头。然后我们希望透过鱼市场成为串联哈，从那个我们的南段这里到后续的海岸路、中正路3圈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所以在它的活化再利用的过程，会加入比较多的新的思维。如何配合中国社混合新庄计划等多次开发案，和旧的鱼市场卖当阁活起来，达得市民期待。台南新闻管及何小芳采访报道。你敢知影，咱若是开车进入圆环啊，要转弯，敢有需要拍方向灯呢？其实依照市区道路规则是唔免。毋过，若是涂骹有画设指向线，就需要拍方向灯。结果，就有一位民众因为伫圆环啊无拍方向灯，被开罚单，予伊相当的不满，向议员林美燕陈情，要求讨一个公道。台南特殊的交通动线就是圆环的设计，其中汤德种公园复杂的圆环，有侪侪外地游客无傻傻。毋过，却有一名在地50档，却从来毋捌接到罚单的优良驾驶。这回则是因为伊伫圆环无拍正确的方向灯，被检举达人检举。警方后来开了一张转弯无使用方向灯的900块红单，予伊相当不满。这种交通局工作报告的旁听式抗议。伊对来表示，世界各个圆环拢是顺方向行，根本无需要拍方向灯。罚钱是小事，重点是留下污点，一定要讨一个公道。民生路就没有指向标，那我请问一下，假如我从民生路进去，你就不能罚，因为你没有依据了，因为是依据指向标，那变成有生死门。我从民生路进去就是生，从公园路就是死，变成有这样，就是一个圆环里面有不同的设计。等于就是这就是产生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再来第二点，我是遵照红绿灯，我没有进入慢车道，所以我不需要打方向灯。假如我打方向灯，是不是影响到后方？人家以为你要右转，那因为我没有右转，所以我就不需要打。那我过了红绿灯，就是到于进入圆环，它是有另外一个区块了，跟这个红绿灯跟指向线又没有关系了。那我进圆环，就是我就必须依照圆环的遵循方向去行驶，有什么不对？对此，议员林美燕嘛接受陈情，依照市区道路拍方向灯的规则表示，行圆环根本无需要拍方向灯，而且若依照有指向线来认定，敢爱拍方向灯，圆环嘛只有一个路口有。讲以后每一个路口拢爱画指向线，明显将人民当作提款机。
因为是一个指向线。我说好，那你不要你设置指向线在这个延缓前，你的依据在哪边？我们标线是要依据的呢。就像我们双环线也要依据的，我们今天画红线也要有一个依据。我依据什么标准来画这些线？你在延缓之前画了指向线，我问你为什么？他可以来跟我讲说，因为有人在那边回转。我是因为有人在那边回转，你要画指向线。我说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延缓里面，只有在这个部分你画了指向线？既然交通局跟我讲说，那好，我全部都去画。那你不是误导民众吗？你今天你是不是在那些市民单程提款机？如果我每一个巷口你都画了指向线，在不应该设置的标线的地方你画了指向线，你让我们的民众进去的时候，检举打你也好，或者交通大队也好，警察这边他有依法下去做处罚，那你不是打前所有百姓单程提款机吗？对此，当局需要发布新闻稿回应，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延缓进程，因为无拍方向灯来违规受处罚，将尽速检讨进入延缓车道的标线等等的改善。但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7月第8部由农委会主导的农特产品展售会，因为效果真好，所以市长黄伟哲嘛甲嘉义县政府以及外贸协会等单位联手，10月26号要伫水漂温那公园佮举办一场南部的展售会。上午也7个农会代表再一次来做宣传，希望无分党派，大家做伙来拼农业，照顾农民。为了宣传10月26日要伫水平公园的一场南部农特产品展售会，市府提前邀请生化、麻豆、新市甲山上等农会，再来部分当季的农特产品甲加工品来宣传。预计到时将有120档的盛大场面。根据了解，今年台南农特产品丰收，绩效拢是稳定成长。其中一款芝麻拌面，伫小英总统的宣传，一档的营业额竟然高达600多万。另外，这产品伫市场黄伟特的卖力大言，嘛拢开出红盘，成功外销。所以会中市长强调，服务农民无分党派，邀请大家拢做伙来交关。我们在台南今年看到了，不管是几样主要主力的这个果品，不管是这个凤梨芒果、文旦，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主力的果品，或者是他们的加工品，我们销售事实上今年不仅是度过这个销售平稳，而且有更创佳绩。我们希望在借着这个展售会，能够让不管明年来参观的人，不管是一般的消费者，或者是这个中大盘的买家，甚至国外的买主，都希望也欢迎大家来台南来水平温公园来看一看有哪些好的这个农特产品能够这个下订单或是说现场购买都是非常欢迎的。根据资料显示，今年台湾农产外销170万公吨，外销的产值1292亿，成长9.8%，拢是归功第一线的农会甲产销单位的有效调控，嘛互青农相当感佩。像我们现在台南青农联会的部分，我们除了总会，让我们现在已经都有成立到18个分会了。对，也非常感谢我们政府还有农粮署农委会这边的一直协助我们农民在做一些农产的一些行销跟那个销售这样子。对，那也非常感谢，就有这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又有带一个机会可以到国际的舞台上。市府结合农会卖力宣传，来邀请民众到时拢来捧场，嘛是要甲民众讲台南准备好要为明年的内外销做准备。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已经迈入第11档的新市舞蹈节，今年的活动做了真大改变。虽然取消舞蹈城市小姐的选拔，不过新增加创意地点竞赛以及舞蹈体验名等等趣味的项目。而且为了和新市舞蹈相关的产品会当进军国际市场，农会也将真侪项产品换了全新的包装。2019新市舞蹈节将伫咧11月2号登场。
今年的活动嘛改变形态，将原本的魔道神仙小姐选拔赛取消，增加魔道创意甜点比赛，还佫有魔道体验营，扩大参加面向。同时，为了让产品更加有国际竞争力，今年嘛针对各种魔道商品的包装进行大改版。2019年，我们的毛豆节进入了第11周年。在这个11周年，我们用崭新的风貌来推出我们的新包装跟新产品。我们主要的新产品有3样，一样是我们的毛豆香肠，一样是由我们毛豆香肠跟我们畅销的毛豆荚炒豆荚所组成的遇见豆豆猪伴手礼，跟第3样是我们家庭主妇在料理的时候方便料理的这个毛豆仁的包装。所以我们今年有3个新产品来亮相。另外2个新包装，主要是我们未来有想要推广到国际上，所以我们把包装的形式做一个改变。那我们的毛豆香松在我们的包装上面，在我们这个碗上面就隐含了 MIT 3个字，让外国的这个朋友从我们的图像上面就可以知道这个毛豆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那另外一个产品是我们的毛豆香酥的部分，主要是我们的发想，希望它是可以成为我们台南府城的伴手礼，所以我们用府城的风格、沉稳、这个有文化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伴手礼。为宣传转型城市毛豆节，农会选伫咧三里活动中心举办记者会，现场除了展示换新装的毛豆相关产品以外，嘛放出毛豆风味餐，同时嘛请来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城市毛豆节的产品。我们看到新式毛豆的产业欣欣向荣，可以说每年的销售业绩都创佳绩。我们在今年的许多的国际的买家前面，发现我们台南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新亮点。那很多国际买家都有对新式毛豆产生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呢，在未来明年的销售应该是盛况可期。但是我们为明年来做准备，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举办产业这个产品产业文化季，另外一方面也要在鼓励新式农会做新包装，能够把毛豆这个卖到国际市场去。2009城市毛豆节11月2號將伫咧南科管理局廣場舉辦。當天除了有毛豆創意甜點決賽，同時嘛有搭配毛小孩認養、以鎮定公益嘅活動。11月9號嘛有毛豆體驗營，以及毛豆親子走秀、毛豆創意料理品嘗、農特產品展售等活動。城市農會希望透過系列活動舉辦，讓更多人共同來參與。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休困者馬上登來新聞現場。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为了纪念台南市巨人小棒队公营的历史，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巨人杯小棒赛，今年迎接第10届，总共来自全国13个县市40支队伍参加。23号下晡举办开幕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身出席，鼓励所有选手展现上好实力。台南知名的小棒赛事巨人杯小棒赛，每一日拢吸引全国侪侪球队参与。今年迎接第10届，参与的球队也创下新高，高达40队参赛。23号举办开幕典礼，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市长也强调，希望透过安尼的比赛，培养台湾基层棒球的实力，让台湾的棒球水准愈来愈高。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第10届巨人杯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开幕典礼。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台南市主办的巨人杯全国少棒锦标赛，一年比一年参赛的队伍还多。一年比一年赛事还要更精彩，我们觉得其实期待今年有40支队伍，比去年还多了8支队伍，所以成长率可以说相当高。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比赛，能够把全国的这个棒运能够提升，能够让中华队未来的代表队，不管是3级棒球还是成棒、世界杯，都能够拿到好成绩。今年的这个亚洲这个成棒锦标赛。亚洲棒球锦标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中华队能够晋级拿到冠军，接下来要拿到奥运的门票。希望我们从少棒、青少棒、青棒以及到成棒，大家一起努力，为他们集气，希望能够拿到好的成绩。也希望今年的巨人杯全国少棒锦标赛赛事圆满，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这个赛事当中，只要有队伍会使连续3年摕下冠军，就会使将冠军旗走转去。但因为现在拢无学校会使完成，所以去年得到冠军的北南国小这届也备受关注。那我们希望说，各位选手大家都能够努力拼搏冠军，因为只要拿到3次的冠军，才能把冠军旗留下来。所以到目前为止第10届了，没有一个冠军，没有一个队伍能够保持3次的冠军。所以冠军旗一直还可以留在台南市，但是不管来自全国各县市的代表队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希望他们都能使出全力来拿到冠军。这届的比赛将比到26号，在台南市的小北仔 ABCE 安庆国小棒球场顶5个场地进行。市府也邀请全国民众做伙来为选手加油打气。其中小北仔1棒球场也安排现场的转播。民众也会使上网来看比赛，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响应世界脑中风月，台南市政府甲台湾脑中风协会以及台南市13间急救责任病院共同举办脑中风就医紧卡119联合记者会，呼吁市民若是发现脑中风的症状，应该赶紧卡119，送到会当处理脑中风的急救责任病院。响应10月世界脑中风月，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消防局以及13间急救责任病院甲台湾脑中风协会共同举办的脑中风就医快打119联合记者会，会中以第局提醒市民，若发现类似脑中风的状况，爱紧卡119送病院，除了会当增加康复的机会，嘛会当减少失灵的风险。中风呢，若安尼时间咧接了不好，伫迄2点钟内会使治疗啊。特别的时间，特别的3到6小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特别呢有一个就是可以用取血栓的方式呢，把这个病人呢让他这个他的障碍呢会减少很多台南遮咱差不多1年来。统计的资料，较顶大家阮也会分享着，就是讲呢，中风这件代志呢，爱紧，那第3项嘛是爱搁紧嘛吼。10月的这个世界脑中风日，我们在北中南都有办理相关的一个活动。我想我们要把这个讯息跟我们的民众讲。第一个就是中风是可以治疗，那有中风的症状就是快打119，而且呢，
中风不是只有在老人，虽然说我们60、70岁的老人是好发的族群，可是我们也看了不少，大概60岁以下，甚至30、40岁的一个中风的一个个案。根据统计，脑血管疾病死亡率高达国人10大死因第4位，千万唔通轻忽。脑血管疾病是10大死因的第4位，大概有11520个这个生命国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那平均每47分钟就有一位脑中风死亡的病例。那好发期呢是60到79岁，还有我还没到。那台南市其实坦白讲，60岁以上的人口，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是29万，60岁以上的人口大概将近40万，所以说在我们的人口也蛮多的哈。台南市独创的专属卫教内容，嘴歪臭领带，行路脚歪歪，用生活化的用语，互民众听有，提悬民众对着脑中风状况的警觉性，争取提早就医的黄金救援时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手表天坛举办平安美代管活动，市长黄伟哲、中西区长萧泰华甲天坛董干事共同见证之下，将北美甲信众的爱心透过区公所甲社福团体关乎需要帮助的人。手表天坛平安美代管活动为106年开办至今，目前已经是第13届举办。庙方这次结合信众回捐的平安米4860包，捐予台南市社会局、区公所、家扶中心、爱乐捐献乐团等单位。另外，阁加赠1万公斤的白米予弱势照顾机构。如此的付出，嘛，予市长黄伟哲相当的感佩。台湾守庙天堂来参加第13次的以米代金捐赠活动。那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福利，从事社会福利的人也蛮多的，但是把这个宗教中间的这个燃烧纸钱、燃烧金纸的这个活动，能够跟这个社会福利结合，就造就了这个以米代金的这样活动。那当然是源自于过去赖清德前市长、前院长的一个发想，那是非常好的构想。不仅是这个捐赠的人他的功德能够做得出去，而且受赠的人他能够得到实际有帮助的东西。而且，就社会上减少了金纸的燃烧，空气也更得到净化，这点是3赢的局面。受赠者、捐赠者和社会的这个整个环境，我们觉得这部分台南市政府将来还要强化，而且扩大举办跟其他的公庙、跟社福团体大家一起来从事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大家知道台南市是众神之都，公庙特别多。如果大家都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积功德、少污染、做福利的话，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对大家都有帮助。天坛董事长徐国任表示，台湾手表天坛希望透过平安米代管的活动，唤起社会共同关怀弱势，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对咱弱势团体的爱心，把这个爱传播出去，也让真正的很多的公庙也很多的善心人士来共享盛举。天坛善尽天公庙伫地方上公益服务责任，持续关注弱势团体甲特定家庭，让社会上更侪人受到爱甲关怀。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0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